明明今日冇發生咩大事，但返到屋企，成個人好似被抽乾晒。你坐低想食餐飯，手機震一震，同事傳嚟一句唔好意思，想問你聽朝之前可唔可以幫我睇睇呢份嘢？你第一個反應唔係嬲，唔係拒絕，甚至唔係諗自己得唔得閒，你第一個反應係心口一緊。你開始諗，如果我遲啲先覆，佢會唔會覺得我冇責任感？如果我話唔得，老細之後會唔會覺得我唔夠上心？於是你口講冇問題，心入面其實已經好攰。你開返部電腦改多2個鐘，改完之後你又嬲自己。你會諗，點解我咁冇骨氣？點解次次都係咁？點解我明明好攰，仲要扮冇事？呢種攰唔係普通瞓一晚就好返嗰種攰，係一種好深嘅內耗。日頭你要返工，要交代，要應酬，要照顧家人感受；夜晚你以為可以休息，但個腦仲喺度開會。你會反覆 replay 今日講錯咩？邊個表情唔對路？自己係咪唔夠好？係咪又得罪咗人？好多人都係咁。表面上你係一個好人，你負責任，你識做，你唔想麻煩人，你唔想令人失望，但慢慢你發現自己由一個好人變成一個好好嘅人。今日呢條片，我想同你講嘅核心好簡單，你唔係太好人，你只係太習慣消耗自己。而一本叫《好人不等於好人：從內耗中抽身的東大情緒整理》嘅書，正正可以幫我哋拆開呢件事。佢嘅重點唔係叫你變成一個永遠冇情緒嘅人，亦唔係叫你凡事正能量。佢真正有用嘅地方係教你將一團亂麻嘅情緒拆成幾個可以理解、可以處理嘅部分。當你覺得自己內耗，通常你會以為問題係我太敏感，我太脆弱，我諗多咗。但呢本書提供另一個角度，可能你唔係壞咗，你只係未識得分類自己嘅情緒。情緒就好似一堆雜物，如果你將所有嘢倒晒入一個櫃桶，壓住佢，表面睇好似收拾咗，但一打開，全部湧出嚟。內耗就係咁，你以為自己忍咗、算咗、過咗，其實只係將焦慮、內疚、憤怒、委屈、失望全部塞埋一齊，塞得耐，個人一定攰。今集心理說明書，我唔會當呢本書係一本神奇秘笈，亦唔會話照住做你就即刻冇晒煩惱。情緒唔係 Excel 表，唔係整理完就可以永久乾淨。但我會用呢本書幫你睇清一個好常見嘅心理卡關位。點解你成日想做好人，但最後變成耗盡自己？今日我會講3件事。第一，點解你好多時唔係太敏感，而係冇幫情緒分類？第二，點解善良唔等於責任全包？做好人都要識得擺返啱責任位置。第三，我會俾你一個今日就可以做嘅8分鐘情緒整理練習，幫你喺內耗入面抽返少少身。先由最日常嘅場景開始，你可能係一個上班族。每日返工唔係淨係做自己份內事，你要睇老細面色，要處理同事情緒，要應付客人，要留意群組入面邊句說話有暗示。你明明已經好忙，但一有人問你方便幫幫手嗎？你就好難講唔方便。你可能係管理層，你下面嘅人有情緒，你要安撫；上面有壓力，你要頂住。公司想要成績，團隊想要理解，你夾喺中間，日日做情緒緩衝墊。你可能係父母，返完工已經好攰，返到屋企仲要睇功課、煮飯、覆學校信息、照顧長輩。你有時想自己靜10分鐘，但一咁諗，你又覺得自己好自私。你亦可能係伴侶，你唔想吵架，所以好多嘢忍咗。對方冷淡，你扮冇事；對方講嘢刺痛你，你笑一笑。你心入面唔係冇感覺，只係你太習慣將感覺吞落去，慢慢你就開始有一種狀態，人喺度，心唔喺度。你可以完成所有任務，但你唔覺得自己有真正生活。你會覺得自己好似一部長期開住嘅機，冇熄機鍵，然後你開始怪自己。你會話，係咪我唔夠成熟？點解其他人好似冇咁多情緒？點解我咁容易攰？點解我連拒絕人都做唔到？真正問題可能唔係你冇用，而係你用錯方法處理情緒。好多人處理情緒有3個習慣。第一個習慣係壓住，你會同自己講，算啦，唔好諗啦，冇謂啦，人哋都係咁。但你有冇發覺，越叫自己唔好諗，個腦越諗，你越話算啦，心入面越唔算。第二個習慣係自責，事情一出錯，你第一時間唔係睇發生咩事，而係問係咪我問題。同事黑面，可能係佢自己瞓得差，但你會諗係咪自己講錯嘢。屋企人唔開心，可能係佢工作壓力，
但你會諗係咪自己冇照顧好佢。第三個習慣係拖住，你明知唔舒服但唔處理，你話等遲啲先講，等有時間先諗，等情緒過咗先算，結果情緒冇過，只係轉咗形態，由不安變成煩躁，由委屈變成冷淡，由冷淡變成突然爆發。所以內耗唔係一日形成，內耗係你長期用忍、怪自己、拖住先處理情緒嘅結果。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反芻，意思係反覆停留喺負面感受、原因同後果入面。美國精神醫學會一篇面向大眾嘅文章亦提到，呢種重複負面思考可以令人更難轉向問題解決，甚至加重焦慮或者抑鬱狀態。但我想講清楚，反覆唔等於你有病，亦唔係叫你自己診斷自己。好多普通人喺壓力大、睡眠差、責任重嘅時候，都會反覆諗同一件事。問題唔係你諗，而係你諗完之後有冇出口。你有冇試過一件事你諗咗成晚，但第二朝完全冇結論？例如你同伴侶吵完架，你瞓喺床度諗，佢點解咁講？佢係咪唔重視我？我應唔應該道歉？但明明又唔係我一個錯。你諗到3點，最後得出嘅結論係更加攰。又例如你喺公司做錯一個細位，被老細提咗一句，你返屋企繼續諗，我係咪唔適合呢份工？如果之後裁員，係咪第一個到我？你一路諗，一路心跳快，但其實你冇做任何可以改善件事嘅行動。呢個就係煩惱冇時限。呢本書嘅日文名入面有時短呢個意思，我覺得唔應該理解成情緒要快啲收聲。情緒唔係員工，唔係你叫佢快啲就會快啲。比較成熟嘅理解係，我哋唔係要壓縮情緒，而係要縮短無出口嘅打轉時間。情緒可以存在，但唔需要無限循環。咁點樣縮短？書中一個幾有用嘅入口係先了解自己面對情緒時嘅模式。佢用2條軸線去分類：自責同他責，積極同消極。簡單講，自責係你習慣將問題擺返自己身上，他責係你習慣將問題擺喺其他人或者環境身上。積極係你會想做啲嘢去改變，消極係你會停低退縮冇力喐。呢4個字聽落好似好簡單，但擺喺生活入面其實好準。第一類係積極加自責，呢類人好常見，佢哋通常好努力、好負責任，做嘢有要求。問題係佢哋每次出事都覺得係自己做得唔夠。例如你做 project 團隊 delay， 你第一時間諗係咪我安排得唔好，係咪我提醒唔夠，係咪我應該早啲跟，然後你開始補鑊，自己加班、自己改、自己頂。表面上你係一個可靠嘅人，實際上你可能長期超負荷。積極自責型嘅內耗最危險嘅地方係佢好容易被人讚，人哋會話你有責任感，你肯搏，你醒目，你信得過。於是你更加唔敢停，因為你嘅價值好似同我可以幫人收拾爛攤子綁埋一齊。但如果一個人長期用自責推動自己，佢唔會真正安心，佢只會越做越驚，驚一停低就變成冇用，驚一拒絕就失去價值。第二類係消極加自責，呢類人同樣會將問題攬上身，但佢唔係補鑊，而係沉落去。例如你被老細批評一句，你唔係諗下次點做好，而係即刻跳去我真係唔得，我一向都係咁，我做咩都差人一截。你可能成晚唔想講嘢，唔想覆信息，唔想見人。你唔係懶，你係覺得自己做咩都冇用。消極自責型嘅內耗好似一個心入面嘅法官，佢唔停審你，每日都判你有罪。問題係佢冇俾你上訴機會。第三類係積極加他責，呢類人好有行動力，但佢嘅痛苦多數嚟自點解其他人做唔到我要求嗰套。例如你喺公司見到同事做嘢，求其你好嬲，你覺得點解佢可以咁冇責任感？點解每次都要我執手尾？你會指出問題，會想改變對方，會想建立標準。但如果對方冇改，你會越嚟越着。呢類人好多時唔係壞，反而係因為佢睇到問題，佢有標準、有效率、有判斷。但問題係，當你將所有情緒放喺點解人哋唔改上面，你就好容易被其他人綁架，因為你嘅心情變成由別人有冇達標決定。第四類係消極加他責，呢類人會覺得問題係世界、係公司、係屋企、係社會，但同時又覺得自己做咩都冇用。例如你會諗，香港就係咁啦，人工追唔上樓價，返工做到死，講咩夢想，公司都唔會變，屋企人都唔會聽，算啦。你唔係冇感受，你係太耐冇見過改變，所以慢慢變成一種無力嘅怨氣。消極他責型嘅人有時會被人話負能量，
但好多時佢哋其實係失望太多次，佢哋唔係唔想喐，而係覺得喐都冇意思。呢四類唔係人格標籤，唔好攞嚟貼自己或者貼人。今日你可以係積極自責，聽日你可以係消極他責。佢只係一張地圖，幫你喺情緒好亂嘅時候問自己一句：我而家係將責任放喺邊？我而家有冇行動力？呢句已經好重要，因為當你問得出呢句，你就唔再完全被情緒拖住走。你可能會話：咁知道自己係邊一類有咩用？有用，因為唔同內耗需要唔同解法。如果你係積極自責型，你最需要嘅未必係再努力，而係降低我一定要完美解決嘅標準。你要問自己，呢件事真係100%由我負責，有冇部分係對方、制度、時間、資源嘅責任？我可唔可以只做我份內最重要嗰部分？例如同事臨收工先交嘢俾你，叫你今晚幫佢改。積極自責型嘅你，可能即刻想幫佢補晒，但你可以試下換一句：我今晚可以幫你睇最關鍵嗰2頁，其餘要聽朝先處理。你仍然係幫人，但你唔係用自己睡眠去填人哋時間管理嘅洞。如果你係消極自責型，你最需要嘅唔係鬧自己醒啲，而係分清楚事實同判決。事實可能係今日份報告有一個數字錯咗，判決就係我成個人都冇用，呢2樣差好遠。你要練習寫低，到底發生咗咩？我腦入面加咗咩說話？有冇證據證明我係全盤失敗？有冇證據證明我只係今次一個位需要改善？消極自責型嘅人好需要學識唔好將一件事變成一個身份。你做錯一件事唔等於你係錯嘅人，你今日表現唔好唔等於你整個人生都失敗。如果你係積極他責型，你最需要嘅唔係再用力逼人改，而係分清楚控制範圍。你可以提出要求，可以設定界線，可以改善流程，但你控制唔到每個人即刻變成熟、變醒、變有責任感。你要問，呢件事入面，我可以控制咩？我可以影響咩？我完全控制唔到咩？例如伴侶成日遲覆信息，你好嬲，你可以控制嘅唔係對方每分鐘點做，而係你點樣清楚表達需要。我唔需要你即刻覆，但如果你今晚會好忙，可以先同我講一聲，咁我會安心啲。你由指責轉成具體請求。如果對方長期唔尊重你需要，咁下一步就唔係繼續用怒氣逼佢，而係問自己，呢段關係可唔可以繼續？我需要咩界線？我可以點保護自己？如果你係消極他責型，你最需要嘅唔係被人叫正面啲，而係返一個細到可以做到嘅選擇。因為當一個人覺得世界太大，自己太細，叫佢努力改變人生係好殘忍。佢唔需要大理想，佢需要一個小出口。例如，你覺得份工好困住你，但又未可以即刻辭職。咁今日嘅選擇可以好細，整理履歷10分鐘，問一個朋友行業近況，記低自己最不能接受嘅工作條件，今晚準時離開一次。呢啲唔會即刻改變人生，但佢會俾你一個信號，我唔係完全冇選擇。講到呢度，我想返去好人呢件事。點解好多好人會變成好人？因為佢哋將我想對人好同我唔可以令人失望混埋一齊。善良本嚟係一種選擇，但當你唔敢拒絕，唔敢講真話，唔敢承認自己攰，善良就變成一種求生策略。你唔係真係想做所有嘢，你係怕一停低就被人嫌棄。你唔係真係冇脾氣，你係怕一有脾氣就破壞關係。你唔係真係冇需要，你係太習慣將自己需要排到最後。呢種好人表面好溫柔，內心好緊張。你可能會好識照顧人，但唔識照顧自己。你好識聽人講心事，但自己有事唔知似邊個講。你好識替人諗，但一諗自己就覺得自私。所以真正要整理嘅唔係你有冇做好人，而係你點樣定義好人。一個成熟嘅好人唔係冇界線，相反佢有界線，所以佢嘅善良先可以持久。冇界線嘅好人幫到最後會怨，忍到最後會爆，付出到最後會覺得全世界欠咗自己。有界線嘅好人會講，我可以幫，但唔係而家。我願意聽你講，但我唔會替你承擔你要負責嘅決定。呢啲說話聽落好硬，其實唔係。呢啲係成年人之間比較健康嘅溫柔。好多人好怕講界線，因為我哋好容易將界線聽成冷漠。特別係家庭入面，你一講我需要空間，人哋可能話你冇良心。你一講我今晚唔得，同事可能話你唔夠 teamwork。你一講我唔想咁樣，伴侶可能話你變咗。第一段關係如果只能靠你不斷委屈自己維持，
咁段關係其實本身已經有問題，你唔需要用耗盡自己去證明你係好人。去到呢度，我想講第二個核心概念：責任擺位。好多內耗嚟自責任擺錯位，有啲人係責任攬太多，任何人唔開心都覺得自己有責任令佢好返，任何事情出錯都覺得自己應該早啲發現，任何關係有裂痕都覺得自己應該再包容多啲。但有啲人係責任放太遠，覺得全部都係環境問題，全部都係其他人差，自己完全冇嘢可以做，咁樣短期會令自己冇咁內疚，但長期會變得更無力。健康嘅責任擺位唔係全攬，亦唔係全推，係問自己3條問題：第一，呢件事入面咩係我真係可以負責？第二，咩係我可以影響但唔能夠控制？第三，咩係根本唔屬於我嘅責任？例如你朋友成日有你辛苦，每次都講同一個問題，你聽咗好多次，俾過建議，陪佢喊，陪佢鬧，到某一刻你開始覺得好攰，但你又覺得如果我唔聽係咪好衰？你可以咁分。你可以負責嘅係真誠聽佢，喺你有精神嘅時候支持佢，提醒佢，專業協助或者實際資源。你可以影響但控制唔到嘅係佢會唔會採納建議，佢會唔會離開困局，佢會唔會停止重複同一個模式。唔屬於你責任嘅係你唔需要用自己嘅睡眠、情緒健康、人生時間去承擔佢一直唔願意面對嘅決定。呢個唔係冷血，呢個係清醒。再舉個常見例子，父母對你有期待，可能希望你穩定、買樓、結婚、生仔女，成日返屋企食飯。你明白佢哋出發點可能係擔心你，但你如果每一次都為咗唔想佢哋失望而放棄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你就會慢慢變成一個表面孝順、內心怨恨嘅人。你可以負責嘅係尊重父母、清楚溝通，喺能力範圍內照顧。你可以影響但控制唔到嘅係父母明唔明白你，接唔接受你嘅選擇，會唔會即刻安心。唔屬於你責任嘅係用自己整個人生去完全消除父母嘅不安。呢句可能好難聽，但好重要。你唔可能活成一粒止痛藥，專門指其他人嘅不安。當你願意擺返啱責任位置，你嘅內耗就會少好多，因為你唔再問點解我唔夠好，而係問呢件事入面我真正要負責嘅部分係咩？呢個轉變已經係從內耗抽身。第3個核心概念係將煩惱由無限循環變成有限行動。內耗最折磨人嘅地方唔係有情緒，而係情緒冇盡頭。你可以為一件事諗10分鐘、10個鐘、10日，你會覺得自己好似有努力處理，但其實只係原地打圈。所以我哋需要一個簡單嘅結束機制，唔係叫自己唔好諗啦，呢句冇用，而係俾自己一個流程。我會俾呢件事8分鐘，8分鐘之後我要揀一個下一步，我稱之為8分鐘情緒整理紙。你可以用手機、備忘錄或者一張紙，唔需要靚，唔需要寫得有文采，只需要4格。第一格寫事件，只寫事實，唔寫批判。例如唔好寫同事又再利用我，你寫同事晚上11點傳信息問我可唔可以聽朝前幫佢改文件。唔好寫伴侶完全唔在乎我，你寫我傳信息後對方5個鐘後先回覆，內容只有2句。事實要乾淨，因為內耗好多時由事實加腦補混埋一齊開始。第2格寫感受，唔好寫我覺得佢好衰，呢個係評價。你寫我覺得委屈、嬲、緊張、內疚、失望。好多人成年後好少直接講感受，我哋習慣講好煩，算啦，是但啦，但好煩。下面其實可能有好多層，你係嬲、驚、失望、冇安全感，覺得被忽略，覺得唔被尊重。當你命名到情緒，你已經由被情緒吞噬變成觀察情緒。第3格寫責任擺位，問自己呢件事入面我係咪自責，係咪他責？我而家係想做啲嘢，定係完全冇力？你唔需要答得好準，你只需要有一個初步判斷。例如同事夜晚叫你幫手，你可能發現自己係積極自責。我覺得如果我唔幫，就係我唔夠好，所以我想即刻補鑊。又例如伴侶遲覆，你可能係積極他責。我覺得佢唔尊重我，所以我好想逼佢即刻改。又或者被老細批評，你可能係消極自責。我覺得自己成個人都好灰，所以我乜都唔想做。一分類你就知道下一條問題問咩？如果你係積極自責，問我有冇攬咗唔屬於我嘅責任；如果你係消極自責，問我係咪將一件事判成我整個人失敗，
第四格，寫下一步，呢一步要好細，細到10分鐘內做到。例如今晚只覆同事，我可以聽朝9點幫你睇頭2頁，今晚我未能處理，或者今晚唔再反覆睇伴侶最後上線時間，聽日平靜時講清楚我需要咩。下一步一定要具體，唔好寫我要愛自己，太抽象。寫11點後不回覆非緊急工作訊息一次，呢個先係行動。你可能會問，8分鐘真係夠？8分鐘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可以幫你由情緒漩渦移去問題入口。好多時我哋需要嘅唔係即刻解決人生，而係先唔好再被個腦拖住通宵跑圈。呢度亦要講本書嘅盲點，東大式、時短、控制術呢啲字眼聽落好吸引，因為現代人好鍾意效率，連情緒都想有效率，最好3分鐘整理完，5分鐘放低，10分鐘重拾人生。但真實人生冇咁乾淨，有啲情緒唔應該太快放低，失去重要關係，長期被壓迫，照顧病人，婚姻破裂，職場欺凌，家庭創傷，呢啲唔係一張紙寫完就會好，所以我會咁修正呢本書。情緒整理唔係要你快啲冇感覺，而係幫你分清楚邊啲係可以今日處理嘅部分，邊啲係需要時間承托嘅部分，邊啲係需要人幫嘅部分。特別係成年人，好多壓力唔係你諗法錯，而係現實真係難。工時長，生活成本高，住屋壓力大，家庭責任重，職場競爭強，你唔可以用一本自我成長書去否定自己真實嘅辛苦。所以請你唔好將呢條片理解成我只要整理好情緒就可以忍受所有不合理，唔係㗎。有啲環境係需要改，有啲關係係需要講清楚，有啲工作模式係需要重新談，有啲家庭界線係需要慢慢建立。講返今日最核心嗰句，好人唔等於好人。你可以善良，但唔需要隨傳隨到；你可以負責任，但唔需要所有錯都攬上身；你可以照顧人，但唔需要將自己排到永遠最後。今晚如果有人傳信息俾你，問你可唔可以即刻幫手，而你其實已經好攰，你可以唔需要即刻答應，你可以先停一停，問自己3句：第一，我而家係因為真心想幫，定係因為怕內疚？第二，呢件事真係全部係我責任，定係我又攬多咗？第三，我可唔可以用一個有界線但仍然有禮貌嘅方式回應？你可以咁講：我今晚未能處理，但我聽朝可以幫你睇重點。最初講出口，你一定會唔舒服，因為你過去太習慣用委屈換安全感。一設界線，你個腦就會警告你，人哋會唔會唔鍾意我？我係咪變咗自私？呢個時候你要溫柔但堅定咁同自己講：我唔係變壞，我只係停止用耗，盡自己去換取被接受。呢句好重要。你唔係變壞，你只係開始學一種成年人嘅善良，有能力關心人，同時唔放棄自己。而情緒整理其實就係呢件事嘅開始。你唔需要等到自己完全崩潰先承認自己需要休息，你唔需要等到對某個人徹底爆發先承認自己一直委屈，你唔需要等到身體出警號先承認自己已經太攰。你可以早少少聽到自己。當你突然好嬲，唔好即刻判自己脾氣差，先問我係咪覺得自己被越界？當你對人生好灰，唔好即刻逼自己正能量，先問我今日仲可以做一個咩選擇？呢啲問題唔會即刻令你人生變完美，但佢會慢慢幫你攞返自己。好多時重新理解自己嘅第一步，唔係找到一個偉大答案，而係停止用錯嘅方式攻擊自己。你以前以為自己太敏感，可能其實你只係太耐冇被理解。你以前以為自己太懶，可能其實你係長期過度負荷。你以前以為自己太好人，可能其實你係太怕令人失望。今日嘅練習好簡單，揀一件最近令你內耗嘅事，唔好揀人生最大問題，揀一件中等大小嘅事就夠。攞張紙寫4格，第一格事件，只寫事實；第二格感受，寫3個情緒字；第3格分類，我而家偏向自責定他責，積極定消極；第4格下一步10分鐘內我可以做咩？做完之後唔好再問自己我點先可以完全唔介意？呢個問題太難，你只需要問我而家有冇比8分鐘前清楚少少？清楚少少就已經係抽身。最後我想返到開頭嗰個你，返到屋企好攰，手機震，心口一緊，腦入面一堆聲音話你要覆、要幫、要識做、要做個好人。希望你聽完今集之後，下一次可以停一停，你可以對自己講：我可以係一個好人，
但我唔需要係一個好人。善良係珍貴嘅，但善良唔應該以消失自己做代價。你可以慢慢學識聽自己嘅情緒，學識分清楚責任，學識用細行動停止無限內耗。呢個過程唔會一晚完成，但由今晚開始，你已經可以少少咁攞返自己。如果你覺得今集幫你講中咗某一個狀態，可以訂閱心理說明書。我哋每一集都會用一本書講清一個成年人常見嘅心理卡關位。願你繼續做一個溫柔嘅人，但唔再用耗盡自己去證明你值得被愛。如果你覺得今集幫你睇清咗自己一點，記得 like 呢條片。如果你身邊都有一個人成日做好人做到好攰，請你將呢條片分享俾佢，亦都記得訂閱心理說明書。我哋每一集都會用一本書陪你睇清一個心理卡關位。我哋下集再見。